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没事吧？朕没事，走，救熹妃娘娘。是。糟了，中计了！头儿，这个女人帮狗皇帝逃命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杀了她！好。灵儿。 留下保护皇上，其他人跟我追。灵儿，皇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什么人？是你？你怎么受伤了？刺杀狗皇帝失败了，他们一直在追我，让我躲一下。 这里一目了然，哪有能躲的地方呢？你们几个去那边，给我搜！慢着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在追拿朝廷钦犯。百合姑娘，你可曾见到过什么可疑的人物？李大人，咱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，你还不知道我呀？我这里可不是什么客人都接的。不过今天我休息，你们请吧。那就是我李卫公事公办了。 兄弟们，搜！慢着！你们干什么？百合姑娘，为何如此气恼啊？莫非你真的是窝藏了什么钦犯吗？哎呦，李大人，您来了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？哟，这么一伙子官兵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百合是不是把人惹恼了？我们正在追查朝廷钦犯。 可是百合姑娘对此好像颇有微词。你要明白，窝藏朝廷钦犯，可是杀头的大罪。大人，地上有血。哎呦，那么大声干嘛呀？人家身子不方便，你看你还说出来了。 真是的，哎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？还有功夫笑吗？搜啊！大人，里面没有，没有就走。哎，李大人，再来啊！我等着你。姐姐，这血是……知道你身子不方便，又想多赚钱。 瞒着妈妈背地里去陪客人，你这点小心思啊，姐姐还不明白吗？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多嘴。皇上有何吩咐？那天，朕跟你在酒楼上听到的事。 不许宣扬出去。朕想明白了，一定是那个狱卒收了别人的好处，故意诬赖了熹妃娘娘。既然他已经畏罪自杀，就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是。灵儿啊，灵儿，不管你做了什么。 就冲着你对朕的这份心，朕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。以后的日子，咱们好好过，好好过。京城重地，怎么会忽然出现了刺客？你们是怎么护驾的？臣该死，臣已经在孔雀楼门口设置了重重护卫。 但不知为什么被人看穿了，臣希望皇上再给臣一次机会，争取将功补过。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什么有人想刺杀朕？李卫，你说你没有处理好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
交给你去查办。如果你查不出来的话，提头来见。臣遵旨。臣告退。等一下，此事不能声张，也不能交给刑部处理，你们在内务府查办就好了。这。娘娘小心。灵儿，皇上，你受惊了，应该好好躺着，怎么出来了呢？我躺太久了，想出来走走。来，皇上，你难得来臣妾这儿，有些话，臣妾不吐不快。其实臣妾跟王爷……行了，先别说了。灵儿，你能不顾性命千里来到军营，还能帮朕引开刺客，你的心意朕已经明白了。施朕之前胡思乱想，你不会怪朕吧？不会的。灵儿，你心里有朕，朕心里有你，这就足够了。你说呢？身上有刺青，这不是宁古塔犯人才有的标志吗？这就奇了。一般发配到宁古塔的人，都是终身监禁的囚犯。怎么会有人逃到京城里来？就算真的有人逃了，负责的管事也应该上报朝廷。可是最近，又没有这样的奏折呀。既然已经查出了线索，立刻安排我去宁古塔。哎，李大人，请借一步说话。李大人，这案子不能再查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您忘了，看守宁古塔的是刚刚立了军功的扎兰泰将军，他是皇后的弟弟，在朝中颇有威望。我们已经得罪了熹妃和果亲王，如果再得罪皇后一族，将来恐怕会举步维艰呐。可是皇上已经吩咐我查了，我做的不好的话，我担心我现在的位置都保不住了，又何谈将来呀？这也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哟，那位王爷还在？没法子，你说给他赶出去，出了什么问题都得我负责。李大人，你想让王爷离开吗？崔大人这么一说，正好提醒了我。不如……参见王爷。参见王爷。崔大人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来找李大人，有点事商量，顺便来看看王爷。王爷好些了吗？哎呀，还是有气无力的，没什么精神。好，关键是因为王爷没有起来活动一下筋骨。啊，王爷忘记以前在疫区让病人起来打拳嘛？不如我们也来活动一下筋骨。啊，王爷来，看看对王爷的病有没有帮助。想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王爷，请。哎呀！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您没事吧？哎呀，李大人，你看，我这跟崔大人一动手，更没力气了。哎，李大人力气应该小一点，不如就由李大人陪王爷锻炼一下筋骨吧。啊？不，这个万万使不得。李大人是个文官，一点武功都不会。没事，王爷，您不必拘礼，下官就和王爷疏活一下筋骨。
来吧。李大人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王爷没事吧？哎呦，不行，我这一用劲儿又有点头晕了，我进去休息一下啊。哎呦，李大人，没事吧？还吃得消。大人，你真是高明。我已经伤成这样了，我倒要看看，皇上还会让我去查案吗？老十七，你在搞什么鬼？怎么把李卫打成这个样子？皇上，是他非要跟陈帝打的。听说你赖在别人的家里不肯走，人家自然有气。太医都告诉朕了，你根本就没事。臣弟知错了，请皇上责罚。李卫在帮朕办理刺客一案，现在他受伤了，你得去。此事非同小可，千万不能儿戏，知道吗？臣弟遵旨。大哥，这里有个卖糖人的小摊呢。哦，他呀，他的手烫伤了，这几天做不了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连老天爷也不让我们在一起？王爷，你怎么在这淋雨啊？我没事。跟我去前面躲一下吧，你这样会淋病的。百合她最喜欢糖人，每次她一生气，我只要拿着糖人去哄她，她就会开心。可现在连卖糖人的也受伤了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你说的百合就是上次不肯跟你上花轿的那个青楼女子。那你跟我来吧。你要带我去哪？做糖人啊。做糖人？嗯。你会做糖人吗？你跟我来了就知道了，走吧。哎呦，我这手坏了，没法做糖人。那，让我试试吧。你行吗？让我试一试，实在不行就罚钱。嗯。好，看你这么有诚意，东西都在这儿，你自己弄吧。嗯。哎呦，好啊，不错不错。看着还有几分模样。那当然了，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你做的糖人了。是吧？先用勺子把化开的糖舀起来，在白板上作画，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它叫……啊，百合。那就来一朵百合花吧。真好看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天也快晴了，这个糖人也做好了，你快去吧。哎，你的东西！嘿，小蹄子，往哪儿跑你？嘿，小蹄子！百合，这么快！百合，百合，百合！王爷，花妈妈，百合姑娘呢？王爷，哦，哎呦，您现在也不是王爷了。哎，那请问您有何贵干呢？我找百合，你告诉我百合在哪儿？他不想见你啊。不会的，你看，我给他带了他最喜欢的糖人，他一定会来见我的。哎呀，百合，王爷，到哪儿去了？王爷，百合，百合你在啊？哎，百合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糖人，高不高兴？你这个人要不要脸？
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嫁给你的。你还来纠缠我干什么？难道你忘了吗？我们过去在一起是那么的开心。你忘了你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你生气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只要拿这个糖人来哄你，你就一定会原谅我。我没忘，可是那只不过是用来哄你的一点手段而已。你现在已经不是王爷了，就像这个糖人一样，摔到地上就碎了，再也拼凑不起来了。我凭什么还哄你？难道除了王爷的身份，我在你心里就一无是处吗？是。你一没钱，二没势，勉强顶着贵族的身份，也只是游手好闲，坐吃山空。你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的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来我也不会见的。花妈妈，我们走。哎呀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喜欢我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你不喜欢我，干嘛那么关心我是熹妃娘娘的妹妹，咱们是亲戚嘛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真心对我好，没有，没有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从小到大，皇阿玛都很疼我，因为我是几个兄弟当中年龄最小的。哥哥们也都很疼我，因为我对他们构不成任何威胁。我一直都很开心，我乐得让自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小神仙。可是我没想到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我是这么的没有用，这么的没有用。你不要这么想，我觉得是他配不上你。不，他配得上我。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、最可爱的女孩。我还记得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来，哟，这什么呀？真好看啊！这是糖人儿，拿起来就可以吃。嘿嘿，我喜欢，拿一个。哎，好嘞。嘿嘿哎，好了。这个我要了。喂，这可是我先买的，你要的话再买一个喽。对不起二位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了，要不明天再来吧。给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我现在已经付钱了，自然就是我的。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明明是我先买的。我已经吃了，你能怎么办？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。这是我第一次亲吻一个女孩子，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像灵魂出窍了一样。我们都看着彼此，心跳得好快好快。我想，我可能陷进去了。下贱！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在那里等他，可是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直到有一天，哎，我的手绢儿，这位大爷，麻烦你帮我捡一下。我没想到她是春风楼的姑娘。她跟我说，她父母欠了很多债，把她卖到了那里。我原本想给她赎身的，可是她的身价太贵了，我的俸禄又不高。她说，她不想成为我的负担，她可以等我。于是，我们有了一段快乐的日子。我一直以为我这一生都会不为名不为利，而为了这份爱好好的活着。可
可是没有想到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究竟是他变了，还是我太傻，从来都没有看清楚他？不管是他变了，还是你没有看清他，这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事实已经是这样了。你要振作起来，改变你自己。你不是也说过吗？糖人会化、会融，会从这个世上消失，但是那并不代表你就不可以重新再做一个糖人儿。跟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你让我怎么忘记？可以呀，不就是一个吻吗？你瞧，其实每个人的吻都是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只是你心里的感觉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，不要因为一份不值得拥有的感情而放弃自己的人生，好不好？我们都见过很多次面了，还没有正式的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蓉儿。我叫云喜，你可以叫我老十九。你的东西，这个荷包送给你吧，谢谢你安慰我。也好，希望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已经豁然开朗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王爷，我去宁古塔查案，几天就回来，不用担心。这是我新置办的一处房产，在盛京老家。等王爷把这段时期手头上的公务处理完以后，我们一家3口就搬过去住。为什么？本来我是很尊重王爷的选择，也很敬重熹妃娘娘对你的一片真心。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王爷，你想想，自从你们扯上这些瓜葛之后，你不是病了，就是被训斥；不是被训斥，就是要去查案。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压得我气都喘不上来。我累了，我真的累了。我知道，这段时间委屈你了。等我回来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不要你的补偿，我要你平安。可是你在这里是不会平安的，王爷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不只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，还有我们的女儿。你真可以为了她，什么都不顾吗？这事儿跟她有什么关系啊？她是皇上的女人，你永远不可能跟她有任何交集。你们每一次谈话，每一次的见面，都会给你们带来无尽的伤害。我只想平平静静的过日子，好好的看着女儿长大，可以吗？王爷，我答应你。马儿，马儿，乖啊，闯过这一关，我带你吃好吃的。喂，你谁呀？哎，说你呢。哎，您谁呀？哎，转过来。哎，十九爷。你来干什么？还打扮成这样？十七哥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再也不会留在府里当米虫了，我要出去闯一番自己的事业。我听说你去宁古塔有大案要办，带我一起去吧。你能这么想当然是最好的。不过此去路途遥远，办案也十分凶险，万一有什么事我还得照顾你。下次吧。哎，十七哥，元寿，走。这，哎，十七哥，十七哥。
公笑一个啊！阿玛，你都抱一天了，来给我吧，让他去睡觉。哎，我来。来，坐吧。你真的决定要离开京城？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。如今王爷出了这么多事，我心里比谁都着急。如果再继续下去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早办早好。这样也好。什么时候离开？不知道，等王爷回来。可是他此去宁古塔，少说也得半个月，再加上处理公事。宁古塔？他到底去那里办什么案呢？听说好像是皇上遇到了刺客，刺客身上有宁古塔的刺青。本来是让李卫去查案的，可是很不巧，王爷把李卫打伤了，皇上就让王爷去了。哎呀，糟糕了！阿玛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说呢，有好差事，李卫怎么会让给王爷？阿玛，你不要吓我。你知不知道，看守宁古塔的是谁？是皇后的亲弟弟。他们一家在朝中的关系是盘根错节，得罪不得。如今刺客里出现了宁古塔的人，这样他至少犯了看管不严、纵容犯人的大罪。你说王爷把他给接出来，岂不是跟皇后一族为敌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应该早跟我说才是。现在人都已经出发了，能怎么办？这新茶的味道不错啊。果亲王福晋真是有心，巴巴的给本宫送过来了。我阿玛在城西自己办了个小茶园，所有的新茶都是自己种的，昨儿刚刚采摘下来。娘娘喝着喜欢，家家心里就高兴了。果亲王福晋是个聪明人，打选秀那会儿，本宫就看出来了。这今儿个，你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娘娘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有事起来说。臣妾是来向娘娘请罪的。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，最近好久都没有去咸福宫了，臣妾惦记皇上。朕最近国事繁忙，加上熹妃娘娘生病了，朕下朝之后就都去她那儿了。要不等她好点了，朕再去看你。啊？皇上。你大着肚子，可别到处乱跑。动了胎气，朕可饶不了你。啊？是。去吧。哎，你身上带的什么香啊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妾带的是藏香。藏香。记住了，在怀孕期间呢，千万别带麝香。为什么？麝香容易催产。臣妾谨记，谢皇上关心。朕送你出去。麝香主治腹胀、头痛、毒伤，还有催产的功效。娘娘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？娘娘看，好大的一个马蜂窝啊！哎呀，玉贵人，哎呀，这大热天的，本宫在宫里都待不住。哎呀，还是你好，还有这闲情雅致在这看书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走，咱们听戏去。走，
听戏都听腻了，来来来，坐这凉快些。哎呀，这雪儿凉快吗？你不是最擅长踢毽子吗？哎呀，快给娘娘展示展示。哎，本宫去房间给你拿些上好的冰镇葡萄，让你尝尝。好。哎呀，真热呀！快去帮忙。娘娘，疼啊！如果疼得厉害的话，可以用药膏，可以解毒止痒。李太医，真的好疼啊！过几天就好了。本宫知道你疼，忍着点儿。李太医，这千贵人的脸没事吧？娘娘放心，只是被马蜂蛰了而已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这光忍着疼不行啊，总得开点药吧？啊，臣已将药方开好了，一会儿就让人煎了送过来。把药方给我看看。这。麝香。哎呀，李太医，千贵人在本宫这里受的伤，本宫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本宫怎么能对千贵人不管不顾呢？这样吧，千贵人的药从今天起就由本宫这儿的人来煎，一旦有任何差池，本宫来承担。这。哎呀，蓉儿，你说这针线活儿，你姐姐会不会喜欢呢？额娘，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只要是你做的，姐姐都会喜欢。哟，话不是这么说，这怀了身孕呀，娘家做子孙带送过去，这是我们满族人的传统习惯。你姐姐喜不喜欢固然重要，但是别人觉得好不好，这也很重要。万一有个什么差池，你姐姐在宫里多丢脸呢。可是宫里的子孙带都是一个样，又不能做成什么特殊的图案，能怎么挑剔呢？这个你又不懂了。这颜色花样虽然一样，可是针线活不同啊。这皇宫这么仔细，我怕这……哎，老夫人，您就放心吧，只要是您亲手做的，别人羡慕都来不及呢。我听说咸福宫里那位家里的到现在还没做出来呢。哎呦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呀，那就太好了。哎！哎呀，小祖宗啊！哎呀，要不要命？啊！弄只狗进来吓坏老夫人怎么办？抱着。苏公公，这是西域进贡的狗，不知怎么从屋里跑出来了，奴才们这就把它带走，还请苏公公见谅。这狗长得真丑，还不快帮老夫人把东西捡起来！快去！老夫人受惊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老老实实在屋待着。哼，去。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要不赶紧进去吧？哎，好。参见玉贵人。本宫要的东西呢？都下去吧。是。孩子，你放心，额娘一定会在你出生之前，把所有的障碍扫得干干净净。
你怎么来了？看皇上不开心，臣妾有点担心。还不是前段时间刺客的事情，到现在都没有着落。朕一直在想，究竟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居然有人想置朕于死地。这世上的事儿啊，总是有些说不清楚的，有满意的，自然也会有不满意的，甚至啊，还会有些误会的。何必在乎那一小撮不法之徒呢？你身上什么味道？这是额娘给臣妾的子孙带，皇上觉得好闻吗？好闻，朕喜欢这个味道。眼神看向右边，嘴角往下拉，这明显就是掩饰。皇上在想什么呢？难道是皇上不喜欢这香味儿？不对啊，皇上是个不会拐弯抹角的人，不喜欢，绝对不会说喜欢的。是不是我太多虑了？读心术不过是一种观察人的感觉，未必每一次都准的。我要相信皇上对我是真心的。那臣妾以后每天都带，好吗？当然好了。走，陪朕用膳去。王爷，你看，这里一切都井然有序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那之前身上有刺青的刺客怎么说？这个下官就不清楚了。也许是物有相同，人有相似，也许是有人赶巧刺了同样的刺青，也说不准。是吗？来人！如果王爷不信的话，可以根据犯人的名单亲自点一点人数。这。查将军，那个人是谁啊？样子好像怪怪的。哈，他是我的一个手下，多年前得了失心疯，天天就在那里摆弄那根木头。我本想把他带回去医治，可是他不肯，就只好养在这儿了。不但行为古怪，人也怪。王爷，你看，像不像只猴子？这个人听得懂袁绍说的话，不像失心疯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袁绍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奇怪了，怎么了？总觉得怪怪的。哪里怪了？这账本上的人员不都点清楚了吗？一个都不少。看来问题不是出在这里。小的不这么想。你发现什么不一样了吗？王爷还记不记得，白天的时候有个犯人忽然晕倒了，小的扶了他一把。记得。我扶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浑身都是僵硬的。王爷请想，但凡是活人，身上就会有血脉流通，肉质必然松软，而我扶他就像石头一样冰冷冰冷的，完全不像活人。我也觉得奇怪。那个得了失心疯的人，你一说他像猴子，他就有了反应。可是失心疯是永远不会在意别人说他什么的。
是死人。不可能吧？白天我们在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活着的，怎么一到晚上，他们一下子全都死了？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别杀我！你放心，我们没有恶意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们家王爷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，你有什么委屈，尽管跟他说，他一定会帮你解决困难的。是真的。这里的管事不是人，他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，每天除了虐待我们，就是拿我们当靶子练箭。那些人死了，他们就说是逃跑中杀死的，人数凑不够，他们就拿死人充数。死人也能凑数吗？你们有没有看到站在外面台子上拿着木棍不断晃动的那个人？他是个戏法师，他懂得控制尸体。怎么控制？就是在他们身上放一根你们看不到的线来控制他们，就跟控制木偶一样。小兄弟，大人，你在这儿被他们发现了，待了多久？怎么办？小子在这儿已经待了好几个月。皇上啊，如果明天早上他们发现所有的囚犯都是活的，他们会觉得今天晚上是在做梦。不知道还要活的，赶紧去抓人。是。